九龍城區係我服務咗20幾年嘅地方。係咯，22年啦。過去4年，我更有幸能夠服務整個九龍中嘅居民。每一條街，每一個笑容，都係我前進嘅動力。過去4年立法會議事工作中，我唔單止重啟啟德綠色集體運輸系統，推動九龍城區嘅社區支援，改善樓宇滲水檢測嘅方法，推動舊區重建，更為黃大仙區就便利出行，爭取東九龍綠色智慧系統走線預留空間，研究覆蓋慈雲山及竹園，以及爭取興建竹園北村及鵬程苑嘅升降機嘅連接，改善整個竹園區嘅連接方式，同時優化本地醫療保障，包括成功爭取政府研究興建黃大仙新急症醫院。大家好，我係楊永傑，我從03年開始咧已經服務地區，到而家咧已經有20幾年嘅時間。我做區議員咧已經做咗16年，立法會咧都做咗4年。過去一直以嚟咧，我都將大家嘅聲音帶入議會。一直以嚟咧，我堅持以民生無小事嘅理念去服務地區。我係一位有正職、有經驗嘅代議士。從立法會到社區前線，我把大家嘅心聲帶進議事廳，把改變帶回社區。未來4年，我將聚焦13大政綱，從置業安居、便利出行、樂齡安老，到社區支援、低空經濟、寵物經濟、專職培訓等，全力建設一個宜居、創新、共融嘅九龍中。12月7號，請以你嘅一票支持我3號楊永傑，繼續為民發聲，與你同行，共建更好社區，為九龍中做得更多，與你同行，共建更好家園。懇請大家12月7日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3號、3號、3號，肯拼搏有實績嘅楊永傑。